们教会组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想大部分比较在教会久一点，或者说稍微有年纪哈，会比较认识我。但是因为第二堂有很多年轻人哈，所以我稍微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哈，介绍一下哈。那我目前是担任恩典联合建筑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好，那我是在北部长大，然后来成大念建筑系，还有都市计划研究所啊。那担任过建筑系的这个文教基金会的第一任的董事，还有都市计划系的理事长啊。但是最重要啊，我担任我们富强教会的执事，还有我们这栋新的建筑物啊，我是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建筑的设计。好，那有关于中保代祷的这个见证哈，就是这么多年我所参与哈，我想在这当中跟大家分享哈。那这个代祷的经历是在我们专业的建筑工作当中哈，能够经历神奇妙的带领与回应了哈。我待会再做一些说明。那我们在透过代祷的这个经历当中，你会感受到上帝的信实跟恩典。好，那也因为我们透过在教会这一方面的服事哈，那我们会看到神很丰盛的对你的祝福。好，那再来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履历了哈。我是家里的第一代的基督徒，那小时候我们家很温馨但就是很小大概20-30平，所以我们兄弟姐妹4个人住在5平的一个房间里面那我们的客厅及餐厅餐厅及书房所以坦白讲，4个年龄层在10岁以内，其实那个空间是没办法去读书的所以面临到即将要面临大学联考，其实心理压力很大。都要抢位置读书，有困难所以这个样的困扰的时候，我一个高中同学他就跟我说，你如果家里不方便读书的话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来读书就这样子，他带我到教会的图书馆那发现哇，怎么这么棒也不需要去抢位置，也然后能够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空间那还有很好的空调更重要因为在新竹有交大跟清大的学生研究生他们志工来当老师你从那个当中你会觉得那个教会的环境那有时候会有圣诗的这个播放那种气氛。那第二个又有这个交大清大老师来这个当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指导老师那我们也学习得很快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我觉得我突然间脑筋就开窍原先在建筑中学我的成绩大概在中等就没想到大学联考我居然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我填的是所有的建筑系那当然成大建筑是全国的榜首了就得最高分但是我那一年我居然考以第一志愿，而且是成大的榜首进入到成大建筑系我觉得这个恩典的塑造过程，跟我在教会图书馆这个在那边读书，然后受到这个恩典的感染，还有这些老师这些志工的基督徒的带领，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延续到后来，你看我跟子兰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要回馈所以我们应该大家知道，我们有个叫418的一个咖啡及图书馆那其实我们就是呼应路加福音4章88节因为主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他用高我们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差遣我们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心比心那我们就是比照这样的心情那希望给那么多的这个学生能够有一个在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地方能够去去读书更重要是我们现在更进一步2.0版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这个退休的老师啦，或者说志工的老师都去到那个418图书馆这边来教大家那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学生能够得到这样的造就那他的父母来带他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怎么这么好，有一个免费的空间，然后又有这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这边帮忙他们也就感受到那种上帝的爱跟会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好，所以陆陆续续，你这几届你看，好，有很多从 C18过来的，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他的家长，都来受洗。好，我想这就是一种延续性的一个事工哈。那这作业当中，我们常常都会将所需要做的事情哈，用这种代祷卡好写在我们的里面哈。那当我们今天这个是属于教会的事工，我们就是填这种教会的事工代祷卡。好，那也要记得哈，当你的这个代祷的你所填的内容，如果你得到了应许的话哈，我们还有一张叫做应许卡，好，应许卡。那我们填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就是将我们自己交托给这个上帝来带领啊。那相对他得应许卡的话，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恩典的一种回报哈。然后加上也是鼓励所有这个在中保代祷的这些勇士们给他们一种回馈跟鼓励这样的内容。好，接续我就再说一下我的履历了哈。我刚刚报告过，我是北部的小孩，然后来成大念书在研究所的时候因为真的是脑袋开窍所以没想到第一次考建筑师就考上了所以后来被我一个老师把我带到旁边去，他说你居然这么年轻就考上建筑师，我跟你介绍我一个表妹他们家是建设公司啦那如果你愿意娶她的话那个第一个送你一栋别墅，第二个给你2000万民国80年了2000万你的开业基金，那你就可以开始开展你的这个所谓的建筑事务所的业务了。后来我当然就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子兰先讲然后我就跟他约会那在当中我就跟他聊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什么叫做信仰？可是我发现他完全没有兴趣然后讲，哎呀，你为什么不谈一点那个电视剧的事情啊，怎么的所以我听完之后我就发现，哇，这个道不同志不相为谋了我就送他一张好人卡就没有再跟他再约会当然我就心中要一个祷告说，我总是接近要到这个适婚的年龄希望上帝能够安排有一个适合的人跟我能够这样见识。那后来是在子兰的同学，也就是我研究所的学妹介绍那介绍子兰跟我见面那但是他跟我谈的是他小时候参加主日学，然后有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感觉到这样的那种契合就是能够达到当然他也是我们看到他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了现在是很成熟，已经是很漂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说你可以就抗拒世俗的诱惑了那你把这个事情就交托给上帝，上帝会帮你安排年轻人就是会帮你安排你生命跟信仰上的伴侣，终身的伴侣所以我就从北部嫁到台南嫁到台南来那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过程好，那接续就是我们在台南的一个发展。那参加富强教会这个新建大楼是很特殊的状况我们从结婚之后，我们就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活动但是因为历经的房住的位置不一样，换了好多的教会。那有一次刚好在一个坐火车上碰到了蔡正道牧师他是我在大学时候团契的这个契友那我知道他当牧师了，他就跟我讲说，昌成学长你现在要去在哪个地方做礼拜我就跟他说有时候到民族路有时候到南门教会他说那他问我住哪里，我说我住在这个中华路这个富强对不起，住在中华东路这个香城阳光镇。然后他就讲说，那你香港镇旁边有一个教会，你知道吗？叫富强教会。我说我不晓得。他说我带你去看，他就带我来这边。那我说，你怎么知道这里？他说我在这边牧会所以我觉得上帝都安排好了。为什么？因为我跟他就是在大学时代那个我们是成大 F4还有谢承佑然后他就带我到这边来，然后就说，那你这样真的走路来就很近。加上说是一个就已经很有默契跟那个属灵的这个伴侣所以一起就在这边来就成为这边的会友。但是上帝的奇妙安排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来了1年后，长子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富强教会就是要做一个新建大楼，就是要盖这栋建筑物。好，那我就是建筑师嘛，
那自然就是在做室内设计嘛，所以里里外外通通兼顾，好，所以我们就义不容辞，就接下这样的工作，好，那这是这样的内容，好，那过程当中我们存着一种感恩跟回馈的心来做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也将这个建筑设计费，哈，我扣掉税金以外，哈，都奉献给教会，那自然把它的装修工程，哈，扣掉工班的工资跟材料费，哈，就全部都奉献给教会，好，我想教会能够在这个王牧师的这个捐献土地，然后这么高的金额能够把它盖好，都是所有的会友哈，像我们这样一样的，好，大家无私的奉献哈，然后无私的参与，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哈。那因此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状态哈。那在整个参卷的经历当中哈，我们的灵命也不断的成长哈。那最后我们也体会到哈，你要做一个就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哈，因为我们在彼得前书4章第10节哈，有上面写的，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管投入怎么样的产业，你要记得你是上帝的好管家，好，要在这个方面来做好，好，因为我们也秉着这样的心，好，那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好，刚刚讲原始我的老师说，我如果娶他的表妹2000万的开业基金，好，然后一栋别墅，好，那我们因为这个不是我信仰的伴侣，跟子兰结婚，我们那时候身上只有20万，好，我们就是白手起家，但是我们常讲句话说，我们凭着什么？凭信心，好，然后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好，那一步一步就是拓展，好，也经过我们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这个新建这样的一个事工，好，没想到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哈，我们从原始大概这个20人的事务所，翻倍变成40-50人的事务所，就开拓第一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事务所发展的很快但是我发现了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做的工作是有全省的工作，那我那时候不叫做恩典事务所，那时候我称为吴昌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大部分的建筑师都是这样做。那结果我在南部工作的时候，那北部的业务，这些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就会讲说，你们找你老板来啊，怎么这么不尊重我们？为什么他不来这边跟我们开会？那我今天跑到北部去工作的时候，南部的像台南、高雄的这个市政府，他就会讲说什么？你找你老板来啊，为什么这么不尊重我们？为什么吴昌城不来跟我们开会？所以坦白讲，我压力很大，然后加上说有些事情在推动当中确实有些困难，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好，既然刚刚讲了在彼得前书那个上帝要我们用自己的恩赐，然后彼此服侍，做神百般的好管家，那我既然是管家，那我就不要当老板嘛，我就说那我就把这个事务所交给上帝来管理嘛。来主持嘛，那我当他的管家就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把事务所来改，那当然第一个因为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字就是恩典2个字，所以我就希望把事务所改成恩典事务所，恩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那我就请我们的会计师去帮我申请，他说不可能，他说恩典这2个字每一个行业只能用一次，这早就被用光了，甚至连那个面店杂货店都有恩典的啦，所以你们这种建筑师那是更不可能啦。我说没关系，你帮我找，我有感动，我要祷告。半小时后他打电话给我，怎么可能？真的恩典没有人用还没有人申请然后就赶快帮我申请所以我们才拿到恩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为说，我将事业交托给上主然后我能够如释重负然后恩典满满，那我就做好他的好管家，让事务所里面充满这个上帝的爱跟照护然后所以过之后，北部的这个业主在开会的时候说，找你们老板吴建筑师来，我就跟他们讲说，那我们祷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老板换人了换上帝，那看看上帝有没有空下来南部的在讲的时候，我在北部我也是跟他们这样讲
好，后来他们很奇妙哦，这些人他没有反对哦，他说哦，那看看，后来结果我们去开会都很顺利，我没有到都没有关系，所以他们都接受了。他说啊，我知道了，你们那个恩典哈，那个上帝很厉害哈，那个员工都会照顾得很好啦，所以就后来发现我不需要这样这样奔波这样跑，所以业务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再来要讲那个重头戏了重头戏就是在去年2024年的一个意向。我跟各位报告，我每从一个事情我一定会填这个代祷卡。所以那个早上第一堂的时候，那个夏牧师有讲他说他从那个代祷那边看说我填的那个代祷卡次数算是最高的其中一个然后那个我们满族妹妹满族长老他跟我说你那个字写最多所以以后我跟各位报告如果这个写不下没关系，他说这边再贴一张纸让他写下来。或者我有一个方法，你可以用2张订起来也可以这样的话可以让那个代祷的勇士们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样子。好，那我要讲这个见证事务所从原始这样发展，20人、40人、80人那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大家都认为一定是我们拿下来的案子，结果没想到居然某些因素之下居然失去了。那很多人那时候自己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跟上帝的祷告不是说上帝你怎么这么不灵这个不是应该要给我，不是跟你祷告要吗？我不是这样祷告，我是说上帝你一定有你的计划那我们好好做。那你如果这个不是我该做，这个窗户不是你开给我的，那你就帮我开另外一扇门我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方式。结果没想到后来居然在岁末的时候从10月到12月，我们收到3个邀请都是大型的社会住宅的比赛，而且3家都是很大的这个营造厂来找我合作。那我们的同仁都认为说不可能啦，这1件就很累了，2件根本来不及了，3件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做不好，而且拿不到但是我是有很强烈的感受说这个上帝是不是在安排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跟所有的同仁鼓励，我说我们只要凡事多祷告嘛，然后将所有的工作都交托给上帝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子那第一件参加的时候那个因为有3家上市个公司的比赛，其他2家公司在外面都放话他们动用各种的力量、各种的关系势在必得所以压力也很大所以我当这个我们第3家要进去简报前我就发现我们这个上市公司老板他居然紧张会发抖他也很紧张，因为他看到另外2家那个气势压就是很有胸有成竹那个样子，他就很紧张。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子总经理我们把心放下来，我来跟大家一起祷告，来跟整个团队祷告希望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其实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接受了所以我就带他们去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我看见大家的脸色都比较沉稳下来然后我们才一起进去做这个评选。那评选出来之后他们大家说那就回去等消息。那我有一种感动，我没有离开现场，我就觉得说好像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感应，所以我就一直留在现场。但是那边等很久，等1个多小时，在那个公园走了30圈走了好几间步，我发现坦白讲心里真的有点紧张。可是我突然间有个灵感，我说感动了，我说我应该去找，在这边与其在公园里面祷告，我不如去应该去找一个有十字架的地方来祷告那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走，我就这样子就在那个中山区里面，我就往那个巷子一直走。我说总是会碰到一家教会嘛或是聚会所吧，看到一个十字架嘛，就走看到一个十字架出现了，我一抬头看是什么？双联教会就是双联教会。大家知道蔡正道牧师的双联教会走到那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蛮尴尬的。那走到这里，我是要上去找蔡牧师他可能这个时间点也下班了搞不好他有事在忙那也或许
不确的，我没有跟他先预约嘛哈，所以我就在下面。后来我就在那个十字架下面那边祷告，我说，哦，那上帝你把我带到这边来，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启示，哦或怎么样？那是不是接下来的事情都由你来，你来安排，你来引导？结果突然间有个声音在我旁边呐，突然讲说什么？你来找我吗？那声音就很柔、很温柔的，像夏牧师在讲道一样那种声音。你来找我吗？我一听，头一抬起来，哇，就是蔡正道牧师，他居然这么巧，这个几率很低很低很低。照理讲，他应该在里面工作，甚至于说离开了。可是离开那个双联教会，他居然刚好走下来。就我在那边晃不到一两分钟，他居然走下来，然后就跟我说：“你是来找我吗？”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是上帝、天使的声音一样。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为什么会来这边。他说：“好，那我们上去祷告，求神的带领。”然后结果我就到他办公室，然后跟着他一起祷告。祷告结束之后，真的不到2分钟，我的手机响了，然后接起来，他说：“恭喜你，我是国家作中心的什么长官，这已经比赛完成，而且经过上级核定之后，确实由你团队获胜。”那时候我很感动，我很感动，然后就跟牧师下来，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见证，就是意象。夏牧师在上一周说，我们要常常年轻人要常常看意象，然后做异梦，对不对？那我跟他报告，我是年轻人哦，因为我看到了意象。为什么？我在刚刚讲我在那个双联教会的楼下的时候，然后我这边默默的祷告的时候，蔡正道牧师跟我讲：“你来找我吗？”我一抬头，一边是看到他，另外一边是看到什么？看到了双联教会的什么？这个图上面有他的地址，台北市中山区，那个中山北路，中山北路最重要是什么？111号，3个1，这是一个意象。因为我讲过，我们在最终不到3个月的时间，居然参加3件大型的工程，那不是3件，那这件得标，那另外2件呢？是不是就如同这个意象所显示的说，也是可以拿到第1名？我们所有的同仁，包含业主都认为不可能，因为竞争对手太多了。那你一个事务所在短短的2、3个月要做出3个这么好的作品很难。但是我真的是凭着信心了这边，所以那时候我得到一个讯息，就是我在教会里面看到诗班在唱歌里面有一条就是说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允许成就，荣耀全归于你就是我们看见了什么美好的应许，这个意象就是一个应许因为它出现了3个1，所以我心里面很充满了信心。为什么不是2个1呢？为什么不是4个1呢？或者是122 123？为什么3个1？那不是代表说这3件是上帝要安排给我们的工作吗？所以我那时候之后充满了信心，我就带着第二个团队这是第1件当天讲的11月29号得标的这个案子然后第2件在我们台南沙仑的一个大型的社会住宅，这是第2件在你看隔不到半个月在12月这个16号又评选，又拿到第1名。然后第3件在月底12月29日在桃园所以3个地点都不一样，3个合作的统包的营造厂都不一样，但是3件都在恩典这个主的祝福之下那个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允许的成就，都拿到这3件那这个应该也是破纪录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拿到这个3型的大型的公共工程好，那最后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其实这个当中这个中保代祷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在不管个人的这个工作上、家庭上甚至身体健康上，你有任何需要交托给主的时候我们也透过一个代祷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填写这个代祷卡代祷卡。那如果你参与教会的事工像推动我们418来讲，有时候也碰到有一些瓶颈要突破
好，我们要交托给主，我们可以写这种的事工代祷卡，好，那如果你所代祷的事项，好，请求代祷的事项得到了应许，好，那你一定更要好写一份你的这个应许卡，好，因为这个是代表啊你的对上帝的一个感恩，好，也要感谢中保代祷团队所有的这个代祷勇士的一个付出，好，我想最后就是欢迎各位会友不只是成为代祷的这个的成员那也能够加入我们中保代祷团队，成为代祷的勇士。好，以上的见证，谢谢。好，谢谢。